大家早晨啊！尋日見到一位退咗休嘅行家啦，佢見到我手戴住呢隻錶，話：哇，幾靚喎！你戴緊咩錶呢？當我同佢講係伊波魯嘅時候，佢都唔肯相信啊，因為佢以前做錶都係做零售，都有賣過伊波魯嘅。佢就同我講：哇，今時今日伊波魯出個款咁靚嘅。當我同佢講只係賣6900蚊嘅時候，佢仲更加驚訝，話今時今日生意真係難做啊！如果喺以前呢啲咁嘅款，點止賣6000幾蚊啦，係嘛？話咁快週末又到啦，如果有時間都落嚟 WFW 啦，支持下我同黃家輝啦。開始進軍呢個手錶零售市場嘅第一個月份啊，非常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啊！人人離場，我哋進場啊！希望有你嘅支持，打返場漂亮的仗啊！祝大家週末愉快，拜拜。